日本高金属煤涉嫌诈领助理费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诈领某协会补助款，检察官去超30个所在，通知18人到案说明。检方认定前台南市消防局长李明芳含这消防设备业者斗空推销设备，摕后车160万，依照贪污罪嫌起诉。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今去到美国，有机会签台美对顶贸易协定，外界风声美国轿车未来台湾食品关税，更明显强调也未确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去年底呢，这前台南市消防局长李明芳涉嫌贪污去放收押，专案昨终结束。检方认定讲，这李明芳呢，含这消防设备业者合作推销高压水务机组和绑布消防车，而且也要求讲，这消防局的人员就要引导讲，本地要来关这救护车的人，就要改关这块设备，才会当甲厂商提后车160万。这李明芳含姓杨的朋友呢，是依照贪污罪来起诉，那这消防设备业者是原起诉。高压的幼稚部喷的一连液体所引起的火源，压制火势。这是台南消防局首创的一个较为巷仔内面拍火的工具。不过，民间所管的高压幼稚部，则互廉政组甲检调单位查出，何前消防局长李明芳当作收乌西钱的工具。警方查出李明芳甲姓杨的女子、姓张的业者合作伫咧推销这款设备，引导要关救护车民众改关这款设备。签约买了，由李明芳审核同意。使负责代理及销售的业者，从112年到113年7月底，得以贩售高压细水雾机组12组。邦普消防车8辆，获利新台币480万元。检方讲，姓杨的女子本来是姓张的消防业者因公司的业务，因为职务甲李明芳熟悉，两人看消防设备有庞大商机，就找姓张的业者做伙成立新公司，甲民间要管的订单交予因公司来接，3个人拢有分到钱。业者因为担心其他业务若送审时阵会互消防局调，所以动机。检方查出姓张的消防业者，自2023年9月到2024年8月，交付现金予李明芳甲姓杨的女子。总共3遍，合起来李明芳甲姓杨的女子拢摕到160万。相关案情呢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程序，那是否遵从司法侦办结果？李明芳伫咧去年12月辞职了12天，逼出涉贪被搜查。台南地检署催告终结，检方认为李明芳甲姓杨的女子犯贪污罪，提起公诉。姓张的消防设备业者涉嫌交付乌西钱部分是缓起诉2年，6个月内要纳付国库100万，并且参加法治教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有影是新闻大户。最近有民众发现讲，有一个对中国来探亲的中国人，竟然会当住伫咧林波市的阿里山公部宿舍，而且呢，伊人去看日出、翕影片，佮讲希望台湾早一日回来到祖国新区边。那林波市调查了后表示讲，是遐个员工去订房间，说互一个中国朋友去住，已经违反着公部宿舍的管理规定，会甲这个员工处罚。天气真的有点冷，然后昨晚上在这里面住。你看我宿舍，现在是凌晨的4点多，我们现在马上去看日出。哦 ，follow me。中国游客翕影片，讲家己住伫员工宿舍，透早4点外就要出发去看阿里山的日出。这位中国来游客，因落翕看日出的过程，俄勒眼睛的风景，不过刷伫影片的最后，讲出这款话：愿宝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样我们听起来就是不会很开心，不太适当，不太能接受。这名可能用探亲名义入来台湾的中国人，甲去看阿里山日出的影片放伫网络，引起真侪民众的讨论。认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当住伫林波市阿里山的公部宿舍？林波市家己分署经过调查了后，发现是别个单位的员工用家己的名去替朋友申请住伫遮。连当地的人要有亲戚朋友来，要跟他们订房间就订不到了，何况为什么会跑到中国人可以住？我们也觉得很纳闷。实际住宿人员并非检薪员工，而系其友人，以违反该规范，将函请其任职机关针对检薪员工违反规定进行查处。
林保署家己分署表示，这个宿舍是提供给林保署也是其他单位的公务机关员工出差大的所在，无开放给一般民众使用。未来会加强审查和管理，避免同款的代志再来发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我们现在马上去看日出。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逼出涉嫌诈领助理费，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去敲30个所在，包含高金素梅的立法院办公室、阳明山的徛家，也通知18人到案说明。北检是回应讲呢，这高金素梅和助理等人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违反着医疗器材管理法和诈领某一个协会补助款等案件，目前正在调查当中。目前侦办的方向是什么？面对媒体的问题，点点唔讲话。北检初早9点半大阵进入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的立法院办公室，高金素梅传出助理费风波，技术用人头涉嫌诈领助理费。另外也传出顶一届选举相关金流可能有个案的记录，所以调查局个案专人员也做回到办公室进行搜查。北检分真济路，唔拿超办公室。透早宣告，伊伫阳明山的徛家，北检证实有对高金素梅搜查，唔过无方便说明。对不起，我们很久没联络了。含高金素梅熟识真久，李丰源坦白讲，两人真久无联络啊。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是批评赖政权搜查高金素梅，民主的行当来啊。台湾民主在赖清德的手上已经是完全的不演了，现在是动了高金素梅，下一个又要动谁？我还是希望司法应该在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应该成为执政者打压异己的工具。不过，却发声讲，司法无应该正做执政者打压无共立场的工具。针对罗志强直接讲是政治迫害，另外立委反击，若无做唔到代志，是安怎就去改辩解？如果没有犯法，为什么急着出来漂白？过去高金素梅委员确实有非常多令人感到纳闷的。引起争议的讨论跟言论，例如在总质询的时候，对着行政院长说出“我们习近平主席”。高金素梅互带回去调查局，国安站约谈。立法院表示，检方按照往例来通知，立法院派人陪同配合，对案情是无了解。不过，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征收条文，立委除了现行权以外，在会议当中袂使改抓，还是拘禁。若准检方要抓，还是声押高金素梅，要经过立法院的许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台美对顶关系已经讲好势15趴背，另外搁再加起嚟咯。这行政院副院长陈义军今去到美国，有机会签台美对顶贸易协定。针对外界伫咧风声讲，这美国制造轿车若准备来到台湾时免扣关税。今下晡经济部呢有招9大本土的车厂来开会，经济部长郭明显强调，也未确定会用上歹情形来看，对这汽车业的产值影响干那一拍。车辆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李建辉、陆力车总经理姚振祥、豪华先进董事长李炳安等人拢到场。台美对顶关系虽然降到15%，不过台美对顶贸易协定 LRT 的内容也未签。这么传讲，美国制造的进口车关税总计降到0。40下昼，经济部特别邀请9大本土车厂开闭门会议，不过业者对零关税拢无讲。不好意思，来，等部长会统一让部长跟大家说明，好不好？因为传讲台美关税协议的内容，美国制造的小汽车甲汽车零组件，将会自原本分别是17.5%，一个8.1%到15.8%，降到零关税。若是进口车降价会引起连锁效应，本土的汽车产业会受到较大影响。我们请智库帮我们推估了，大概影响大概是1%点多了。我们当然是用最极端的值来推估了，他们也期待就是说，越早确定越好。那如果都悬在那边的话，也会给消费者不同的期待。强调伫短期内影响无大，不过经济部也空列30亿辅导厂商升级转型。另外，经济部讲，伫这台美协议可能会规范美国汽车的定期是伫美国制造，并且附加价值达到35%以上。另外，一家小汽车甲消费者分开讨论，来应用无同的用途甲市场需求，并且强调其他国家无适用。因若安怎保障劳工的权益，劳动部长洪新涵讲，会尽量编列资源降低影响。我想安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明天下午我们也有邀集了我们汽车业的工会，会在劳动部，那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座谈。那大家在交换意见，我们用什么方式可以有更多的互相的支持？国民党立委讲，台美协定签订就要全面监督，除了记者零关系，中央一个月进口美国的牛甲肉加白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谈判团队一直拢秉持着维护国家利益、守护产业利益、守护国民健康、确保粮食安全四大原则。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按算初十尾函国际华府，甲美国贸易代表磋商，等双方完成协定本文确认了后，应该会当伫这礼拜签署协定。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永泰今日出席江建院先进半导体研发基地动土典礼，致辞的时阵，伊就表示讲，国力就是电力，除了落实自储能源转型、开发多元力量、强化电网的论成以外，伫个核安有保障、核废料有解决方式和社会高度共识之下，会全面来接受新式的核能技术。请动图。出席半导体研发基地动土典礼，行政院长杜永泰致辞表示，国力就是电力，除了继续落实自储能源转型、开发多元力量、强化电网盾成之外，也全面接受全世界先进的新式核能技术，和产业界更加安心。我们在水电的供应一定要无虞，我们要继续开发多元的绿能，我们智慧节能跟智慧的储能，还要强化电网韧性之外。我们要全面接受全世界先进的新式核能技术。新式核能技术目前上受注意的几项技术，包括小型模组化反应炉 （SMR）、立冷块反应炉、熔岩反应炉、高温气冷炉融合。学者表示，其中的小型模组化反应炉 SMR 有计上紧上转时间落地2030年，以目前台湾欠电现况来讲，未扶持。那以同款电力计算成本 ，SMR 的发电成本比起传统核能发电有计关出1倍以上。SMR 它是第一个，除了它比较小型，然后它可以在工厂组装，热量呢比较能够控制了，比较可以减少这个核安的顾虑了啊。但是它有它的缺点哈，就是成本是比较贵的，商业运转的时间，SMR 的话是2030年之后。联合公平行动联盟认为 ，SMR 在工厂有先制造现场组装，可能造成零件品质不佳的状况。按照现在既有的研究的话，这种小型模组化反应炉，它可能会产生比传统大型核电厂多2到30倍的核废料。旧的核电可能我们要面对老化、断层、地质的问题；新的核电我们必须面对安全、核废，然后不稳定，甚至是成本暴涨的问题。林政官也表示，能源政策要继续向恢复减碳蒸汽电力，确保电力供应稳定，兼顾降低空污和减碳。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埔里清洁队最近有2车粪扫运到外县市去烧，却互提回来，理由是侦测到这粪扫的辐射超过标准，最后是核安会介入协助。发现讲有13地硫珠顶头硫177超过标准，将可能是病人伫咧病院做核子医疗治疗时阵，透过硫排出来的，这部分对民众的健康袂有影响。核安会人员摕侦测仪器伫粪扫堆来回一直扫，到一包红色粪扫袋仔前，响响竟是声大响。这一包超高的，这一包超高的。南投县埔里清洁队这个月初6到初9运粪扫去外县市焚化厂，结果有2台车互厂方辐射门径检验器测到粪扫辐射超过标准。规台18吨粪扫退运，倒来对包了后，伫蹲坑场把粪扫拢倒出来，嘛无法度找，只好求助核安会。礼拜5再回来之后，我们就先暂存在我们的堆置场这边。那礼拜1又一样有1台被退运，那核安会那边有看到，所以他们礼拜1的早上跟我联络说，他们下午会过来帮我们检测。核安会人员检测发现，辐射各样是13片用过的纸尿珠啊，进一步分析是硫177核种，辐射值是每点钟10微西弗，超出正常环境背景值0.2微西弗几多倍，研判是病患伫病院做核子医学治疗了后产生的废弃物。那这个核种就是个核子医学的治疗病患。然后这些病人可能回家后，他产生的一些这个废弃物，也就是这个尿布，然后就被测到，它不会造成周围的民众的健康影响，所以它才可以当做这个核医治疗的药物。
黑暗会讲，硫177有镉能量、贝塔粒子加低半衰期的特性，主要用伫治疗神经内分泌瘤，也是转移性粒核酸癌。若是离超过1公尺，辐射带就会大幅度降低，对民众健康未产生影响。保利清洁队是按照黑暗会建议，把这用过的纸尿珠啊，放伫铁桶内隔离3个月，等辐射量比背景带较低了后，再搁运出去处理。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这过年进程，大家大摒扫拢甲粪扫拼出来。高雄凤山呢，就有这里长好意协调环保局设4大大型废弃物清运点。拜六甲礼拜呢，这2天互里面来拼粪扫，所以一寡呢无公德心的人乌白乱弹。其中凤山各种的清运点，这粪扫是蹲甲亲像山遐尼悬。环保局一直清到初10中昼才再刷，毋过拄清了的所在，随有人摕物件来遮等。那环保局强调讲，若准搁再乱弹，会依法开罚单。不过这真的开车来是比较夸张一点。看到监视器画面，有人在规火车桶输来弹，民众拢感觉真正伤害。高雄凤山有里长好意协调环保局，伫里内设4大清运点，初7、初82天开放里面，甲摒厝内清出来大型废弃物等来遮。想要到山和凤山各中后门这大清运点，正做粪扫山，规路边已经去互粪扫蹲甲无快乐。你看那个都堆到外面来了嘛，那对那个交通也会有影响啦。阿哥有臭味啊！一些比较没有公德心的人会丢厨余类垃圾在那边，除了造成恶臭以外，还会有细菌。他们昨天就来清理了，那一边清，没有人在这边顾着，他就开始丢了。民众讲，外围的人甲粪扫载来遮等就算啦，明明是等大型废弃物，哪会连衫裤、红啊，甲一般的粪扫拢等来遮，真正无品。里长拜托环保局加派人力，初10中昼总算是甲4大清运点的粪扫拢载完啊。提车袂使搁等的纸条啊，嘛打真侪张。不过附近民众发现，拄清刷尔，粪扫又过来啊。寡人可能较无公德心，来是安尼搁等，啊，即摆遐搁有人等伫遐吗？这后面可能我嘛是要个麻烦里长，搁叫迄清洁队的。过来个再造啊！倘查获弃置废弃物者，将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裁处1200元至6000元罚款。环保局强调，开放等粪扫的时间已经结束，所有清运点拢会清好势，卖派人加强巡视。只要看到乱等粪扫，就会随罚。请民众爱有公德心，唔通甲家己的方便造成别人的不便。记者郭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报暝2点外的时阵，新北有来台高架线呢12.4公里的所在有拖车绑落来，目前已经恢复单线双向通车。公路局初步判断是这拖车家己避开才绑落来的，按算上紧明仔载呢就当恢复专线通车。真大粒的石头顶伫遐，边仔树啊歪高刺叉，甲规条车路塌掉咧。台九架线无预警放山，场面真惊人。一时间阻断山顶居民唯一连接外口的道路，有人要转去，发现路未通，就随报案。我第一时间就看了，我吓一跳，因为我将近20年没有看到这么大型的崩塌，这个崩塌情形将近30楼高啊，真的是没有预警的，还好是在凌晨。这是新北市有来台九架线12.4公里的所在，早早半暝2点外，土石熊大面积出落来。虽然崩山的路段有时阵拢会落石头，不过这届是连当地区长也感觉真奇怪，前一天无风无摇、无风台、无地动，哪会崩甲这严重？加上是无伤亡。之前的连续降雨，那就造成这个岩壁的一个含水量就是提高嘛。前几天比较冷，那今天其实气温回暖蛮多，又比较热，所以温差一大的状况之下，节理的情形就很容易发生这个灾害的状况。公路局初步研判，放落来主因甲土石的解理有关系。经过东基区继续咧挖，目前已经恢复单线双向的通车。趁几年之前的好天气，赶紧抢修，并且上紧2月11恢复专线的通车。因为气象署预报讲，未来会有2波冷空气小连续来影响台湾。2波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北台湾的天气上面会有一些温度以及降雨上面的起伏。那各地早晚呢，虽然这个冷空气的强度并不是特别的强，但是有一些辐射冷却的影响之下，其实日夜温差都会比较偏大一些些。受到方面通过定定的影响，过年进前的拜3、拜4，各地早暗是较凉冷，低温伫14到15度。这方面的北部、东北部会有一寡短暂雨，随着来会渐渐变温暖。不过伫年假的29暝到初2这段时间，又搁会反天变寒。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警方这2个月小连续接到卖场的报案，讲是钓贼头。调查发现，讲拢是同一个连锁卖场，台南、台中拢有店家受人，互人偷摕物件。这警方表示讲呢，嫌犯专工偷摕价值较悬的保养品、甲营养食品，伫家己的网络卖场顶头用一半的价钱来卖，初步估计这乌心钱赚上百万。探店员无咧注意，37岁以上的查甫人，黑色的卡邦拍开，架仔顶悬的保养品开始沙咧一直落。高雄市刑警大队这2个月小续接到店家报案，讲物件互偷摕去，一查发现5件窃案拢是同一间品牌的连锁卖场。警方表示，嫌犯因为发现这间连锁卖场的防盗措施无启动，后来就针对同品牌店来下手，偷摕物件拢是价值较悬的保养品，也是保健食品。窃嫌犯案前会搭乘火车，换乘计程车。再徒步绕行巷弄小路，犯案后也是先徒步绕行巷弄小路后，再行搭乘计程车逃逸，刻意制造多处断点，企图借以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扩大比对，阁发现嫌犯作案的地点就连台南、台中拢有，特别偷摕物件价值拢伫咧4万到8万迄卡刀，初步掌握拢总有14件窃案，店家损失超过100万。警方强调，嫌犯加加趁甲这个查拉柜放伫家己的网络卖场，用市价一半来卖。有时过看人客路顶资本衫才去卖场偷摕，除了甲人按照尺度做以上法办以外，也当咧清查网络卖场，了解是不是也有其他店家受害。那在我们这个查缉到案之后，他的这个网站已经关闭了，这是他的销赃管道。找一些比较通常的商品啊，一些那个药妆，在网络铺货。嫌犯的网络卖场小介讲经营9年，所有物件保证原厂正规，看起来相当的靠实。警方也提醒，虽然甲嫌犯买查拉柜的人客拢是不知情的善意第三者，被追究责任。不过，民众网络买物件，若看到介绍侦查伤济，拢爱注意，避免开钱买到麻烦代。记者柯家做库条用高雄场报道。去年底，政府重新启动公有经地放领。今仔日台东县有一个姓陈的农民，和伊的爸爸租这公有地种植60多年啊，符合放领的资格。甲地价款纳清了后呢，总算对县政府遐摕到这土地所有权证，也正做是全国头一个县有地放领成功案例。民国53年，农民陈建华爸爸就伫台东市新园里这块咧承租原有土地耕作，一家伙做田到担，5万有一天会当有土地。去年底政府重开公有经地放领，姓陈的农民随依照爸爸的委员申请，县政府嘛随审核通过，车走甲因一家伙做超过1甲子的土地权证交予农民手头。因为那时候我爸爸那时候年龄都是一直要看着结果是如何。县政府表示，这是全国头一个由地方政府成功放领公有地的案例，因为姓陈的农民符合民国65年9月20日进前，就承租原有非都市计划范围内的平地农牧用地耕作，一直做到当，而且土地无违规建物，就照79年公告的地价缴钱，才会当快速通过审核得到土地。这一波里面的放领，它是规定必须要平地，那也就是山坡地不在这一波里面的放领的范围。另外，都市土地也不会符合，因为在这一个范围里面也没有符合可以放领的规定。县政府讲，目前也有另外4笔原有公有经地，有些农民准备申请放领。全县也有700多笔平地的国有地，也搁伫咧放领的范围内。若是符合规定的资格条件，县政府就会配合中央相关单位加速办理放领。记者采访报道。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各项特别条例草案一直跋倒上审朝野对立。总统府证实讲呢，总统赖清德要邀请5院院长举行新春茶会，希望会当化解对立，找出共识。那立法院长韩国瑜表态愿意参加，那讲到这时间呢是还未定案。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各项特别条例草案无排审，总统府证实，总统赖清德要邀请5院院长举行新春茶会。总统认为，政党中间立场无定就无共，不过国家干那一个，望5院增加沟通，爱化解才会有共识。立法院长韩国瑜讲，考虑用化字，希望国家大事化小，互相化解。总统诚挚期盼5院增进沟通，凝聚共识，携手为国家做好事，为人民解决问题。院长，年后查讯确定时间了吗？有要跟总统
统聊些什么呢？总统府来发布新闻。这不是马总统头一摆邀请调解临茶会上国事。去年2月初10启动宪政史上头一摆5院协调，招5院院长伫总统府会上国政，韩国瑜参加。副方去年12月阁邀请行政立法考试3院院长举行国政大会，不过韩国瑜当时以立法院是合议制的理由无来，但是这届新春大会决定出席，是不是会当为调解带来和解引起关心？他也希望这一次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能够听得下韩院长衷心的建议。有的时候有一些冲突跟对立根本没有必要。不知道是大和解咖啡还是鸿门宴咖啡，但是我们期待赖总统展现出一个全民总统的高度。本来沟通就是这样子嘛，就是各表达的意见之后，彼此拉近距离啊，是为了国家整体着想。因为我们今天应该是要共同对外。立委毋望调解针对关税总预算国防安全好好沟通依据共识，但是新春大会时间也未定案，总统府表示会协调安排。记者采访报道。过年要到啊，警方启动加强重要这次安全维护工作，其中掠食毒、食酒赛车也是重点之一。根据统计呢，这去年食毒赛车防以上案件数超过8600件，平顶年加6000多件。尤其是新北市处地件数呢，去年和顶年来比加654%，1500多件。也若讲到食酒赛车，最近这2年呢，单年也造成7000人死伤。经销广告现场救援，倒伫咧涂骹这位71岁妇人人，身躯顶真侪外伤，也未脱离危险。伊骑奥多拜也咪咪毛毛，不过警方比对伫涂骹的车壳碎片，有一寡毋是这台车的，所以研判伫嘉义德行乡最十的这件车祸，毋是奥多拜家己摔倒。调查了查到梅山乡农会4单的主任，可能是啉酒赛车，这车喝了逃走。对陈姓男子实施酒精浓度测试后，酒测值高达0.57毫克，全案依公共危险、肇事逃逸罪移送。交通部近2年的统计，啉酒赛车事故造成的死伤人数每年超过7000人，警方也处理上万件。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讲，真侪啉酒赛车人是啉酒了酒精浓度歹消退。酒驾者他们常常也会觉得自己很冤枉，就是说我前一天我叫代驾回家了，我隔天上班，结果没想到我一吹，我身上的酒测值还是在，隔多久再去开车驾车？我们会保守的建议要超过24小时。若是啉酒赛车的问题，食毒赛车的问题也正严重。警方伫咧路查车，这台厢载奥多摆无停，一个吹油门逃走，警察伫咧后壁立，我加在有民众甲伊动来。依照刑事局的资料，食毒赛车以上的案件也明显增加，自前年的2600多件，去年已经增加到8600件。其中新北市处理食毒赛车，自前年100多件，增加到去年的1501件，增加654%。我们采取扣车的一个作为，扣一件这个车辆，就是防治了一件交通事故。这个过年啊，警方加强戒备，启动加强重要职业安全维护工作，要防止食毒赛车抑个各种犯罪事项影响国内治安。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顶礼拜过来，因为走白去互医生看会到14万多人次，以诺如病毒为主。那类流感的门诊症呢，也超过11万人次。也因为讲到这届过年是休高工，健保署今年呢是开16亿，扩大过年期间开奖的奖励措施、开诊的奖励措施。根据这上届新的统计呢，今年过年的医疗院所开诊率比英国更较侪。最近寒流来袭，气温降，未少人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诊所挂号台出现排队看病人。今天感觉就是说头非常痛，然后感冒、咳嗽，主要可能感冒吧。因为今年春节假期有9日，经济卫福部有告，春节急诊就医人次是平日1.5至1.7倍。为着确保民众医疗照护需求，健保署投入16亿，奖励医疗院所伫春节期间开诊。根据统计，为落每个初3，病院端开诊率达到60%，比往年平均提升12至26%。初5休假进前，更加是增加到7%6%，诊所开诊率也增加到4%5%。另外，社区药局春节每日开诊率大约3至6%，也比去年增加1至2%。
除了初一、初二休诊，其他的时间都有看诊，包括一些小的感冒，甚至于一般的流感啊，一些小的肠胃发炎啊，吃坏肚子的，或者甚至于小的伤口、外伤的，都可以来我们诊所就医。根据疾管署监测显示，国内顶礼拜类流感门急诊就医达到11万人次。附近的南韩甲日本最近流感疫情升悬，韩国以米型流感较侪，日本是 A 型甲米型共同流行，提醒民众出国旅游上好先注流感疫苗。无论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或者我们邻近的国家地区，几乎都是流感都是活动的地方，还是要注意流感的讯息。另外，春节期间也爱防范落下疫情。顶礼拜国内落下门急诊就医都有14万外人次，主要以诺罗病毒为主，发生地点以餐饮业甲旅馆业较侪。疾管署提醒，小可行餐的时千万唔通接触也是人野生动物，因为去年到今年1月已经有11件德国猫确诊感染小肝病，小肝病毒会经过感染动物的喙烂，透过药厂家乡的空气进入人体，若无及时治疗，发病了后致死率约100%。记者综合报道。社会主体地下停车场出现高级跑车，这申请资格引起议论。自土中心就公开114年度中央社会主体招组的审核数据，强调定期查核，确保公共资源会当合理来分配。民间团体也呼吁讲呢，去社会主体也个包租代管加租金补贴，这3项政策就要互相来配合，才会当真正来回应到民众大的需求。最近有网友发文指出，社会主体地下停车场出现几台高级跑车，引起外界质疑。社会主体申请资格审查敢是造假？对此，国家自土中心头一摆公开114年度中央主体招租审核数据，强调透过定期属要查核，加停车资源公平共享机制，确保公共资源合理分配。社会住宅的目的原本就是提供有需要的人，所以他才会来申请。那当然条件面去做一些筛选是出发是好的了。已经可以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为什么一定要用到社会住宅？应该要给更多弱势族群。以114年度中央社会主体招租申请的概况来看，包括艋舺安基、南口社体等全台13个案场，申请总件数达到22504件，有2006件无合格，无合格率8.91%。主要原因多数是所得还是财产超过底限，其中分邮专案等社体无合格率甚至超过1成。台湾现在面临的一个状况是，社会住宅的数量基本上是不多的。台湾的社会住宅的口开得很大，资格相对是放得比较宽。像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新婚育儿的家庭，还有身障、高龄长者等等。希望经济及社会弱势的家庭都能够获得社会住宅的居住协助。那申请爱心，自土中心也强调，社体租期采3年一期，续约的时爱重新审查资格，不是一组就会当永远大。以南口社体为例，家庭年所得爱伫144万以下。家庭成员每人逐个月平均所得袂当超过59150块。基础团体呼吁，兴建社会主体、社体包租代管加租金补贴3项政策要互相搭配，才会当真正回应多元居住需求。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永泰初步去视察宜兰到罗东这铁路国计划计划，伊个过年进行核定。不过，迄个时阵，杜永泰表示讲，这地方配合款就要兼顾到全国一致性的标准。地方即马就惊讲呢，到时规模若准爱上100亿，可能是无法度负担。行政院长杜永泰初步视察宜兰到罗东的铁路高架化计划，伊个旧历过年进前会当核定，不过伊的地数却引起地方忧心。那另外就是我们要取得全国性一致的标准了，全国性一致的标准，看看其他县市在各种这种中央地方分担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一致性的标准。杜永泰表示，铁路高架化地方配合款需要兼顾全国一致性的标准。不过，去年10月初9，行政院召开综合规划研商会议，中央各部会甲县政府就地方财政负担来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地方配合款由原本的105.58亿调降至72.72亿，免地方来负担用地甲基地处理费用32.86亿。院长的讲法，互外界烦恼，宜兰铁路高架化地方配合款恐惊会交到转去原本几百亿
规模地方根本无法度负担。还是要请行政院这边依照12月9号所召开的会议结论来进行相关铁路高架的推动。林茂成呼吁行政院应该照去年12月初9的会议结论来推动宜兰到罗东的铁基路高架化计划，较紧协定综合规划。县政府表示，当时的会议是参照嘉义市铁基路高架化甲桃园市铁基路地下化的前例，互地方财政有更较合理的负担。那你的民代嘛做伙呼吁，希望中央能照之前提出的50多亿来由我们地方来做自筹款的部分。行政院务必要能够照去年所谓8号的专案协商。宜兰至罗东的铁基路高架化计划总经费501.54亿，全长15.85公里。综合规划核定了后，就会当动工，预估2035年通车。针对地方呼吁铁道局回应，目前综合规划已经报行政院等待核定，会配合最后的审查结果。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前后，蛤蟆上届好批，不过最近台南这个说讲价少直落，主要是蛤蟆的产量伤过济，买的人也买无济，才变甲无好价。姜丝加瓜葱啊，再搁放瓜蛤蟆落去煮，伫天气寒啉一罐蛤蟆汤不只烧热。不过是侪行去市场，今年买蛤蟆的饲草无因过好，反而讲近来确实销路明显较歹，因认为参整体经济有关系。所以大家经济不怎么好哈，所以也有较萧条。所以生意有较萧条，啊，人客消费嘛较少啊，较少。台南市蛤蟆主要产地伫七股，因过几年前拢是蛤蟆上市的好时机。照理讲，产地介绍拢会小可起，今年煞因为无因过遮尔热，需求量无大，地势影响着介绍。另外加上婚林大社一带今年有提早咧收，量走出来嘛压缩着七股遮的产地。养殖户讲，因过这个期间大半收买介绍一袋斤会使到100块，今年买1万价，地势落甲剩过60块。因为进前大细是无几样出来，啊，即马差不多1个月前伊就开始出，啊，即马出的时阵，变成阮遮掠走袂离，伊也掠走袂离啊，啊量就积海啊。同一个尺寸的这个文革大小的话，同一个尺寸哈，它比去年的价位大概低了3成至4成哦。在这个池边交易的时候，毛勇士业者分析，因为袂少人会安排国内旅游，纯粹来产地买海产。不过近来大家安排出国旅游，加减影响到消费形态。因为大家都要出国的话，就其实玩乐、住宿、行销这边都会需求没有那么大，所以就导致于比较短销。养殖户坦白讲，蛤蟆无法度抗久，烦恼排斥，伊嘛烦恼天气若转变，蛤蟆嘛较会有变化。在这款压力之下，伊希望政府通协助拓展通路，稳定产销，避免减少一直落。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3年前，伫屏东有一个19岁少年人，甲这车市店发生纠纷，甲人放火。这翁仔某，这头家因翁某去互小事，最高法院是判这个少年人无期徒刑，专案确定，已经互判刑啊。想袂到这个少年人还阁伫遐呛声讲，若准出来呢，要甲这死者的家属总抬死，互家属真惊吓。记录器的画面看到正手边徛架烧起来，火势足大的。这是2023年发生伫屏东市的火烧，当时一名19岁姓柯的查甫人要和店头约时间测字，因为时间敲袂好势，发生纠纷。姓柯查甫人就直接放火烧店，造成姓黄的翁仔某2人不幸互火烧死，嫌犯嘛互人抓起来。他杀了2个人，应该是要判死刑，就是这个台湾的司法就这样，还是有点失望啊。规个案件2024年11月，屏东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姓柯的查甫人犯杀人罪，判无期徒刑，而且褫夺公权终身。双方不服，拢提出上诉。2025年10月，高雄高等法院2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检方认为姓柯的查甫人罪孽重大，佮提出上诉。今年2月初是最高法院定案，维持一审判决。只能说是无言啊，因为小老百姓就是也没有什么话语权我们期待也是司法给我们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嘛。死者家属表示，面对无期徒刑的判决足无奈，不满杀人罪判无够重，而且嫌犯伫看守所会面的时，佮捌呛声闹出去，一定会害死者家属规家伙啊，也佮有做证的证人，互家属感觉惊吓不安。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
国道1号分林斗南路段上北这边，行透早5点外，有4台车拢做伙，有1个人当场死亡，这事故原因阁需要调查。白色小客车受大力撞到，致使车体严重变形。国道1号北上241公里的分林斗南路段，70透早5点外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一名38岁姓区的驾驶当场死亡。邱男驾驶自小客车行驶内侧车道，不明原因以行驶中线车道的林男所驾驶营业全连接车发生碰撞后，邱男车辆停于内侧车道，邱男下车，疑遭后方死女所驾驶的自小客碰撞，又林男所驾驶之自小客车再撞击邱男车辆，造成邱男死亡。警方表示，白车驾驶姓区的查甫疑似先弄到连接车了后落车查看，却去后面来的车弄到，造成当场死亡。其中一名姓赵的女子因为脚腿骨折，送去大拿主在病院治疗，详细调查原因也阁需要查清楚。邱男酒测值待抽血检验，其余各车驾驶人均无饮酒情形。本大队在此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注意前方动态。警方嘛讲，这件国道4台车相撞的事故，历史内边的2个车道占用，造成大塞车，一直到早起8点状况才排除。目前国道警方已经调到周边监视器画面进行调查，嘛提醒用路人开车爱注意头前的状况，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记者综合报道。国道1号上北中华保盐路段有一台拖拉机后轮破去，这轮配着落伫咧车道，后壁的车未护闪，就直接撞起去，拢总有15台车撞到，加在是人无安全。警方表示，讲这车半路破链，也是其他零件落去，会当按照着道路管理处罚条例，上当罚到6000块。车驶伫国道1号上北路段，所向弄到物件，互乘客错一大条。驾驶赶紧停路径看是啥物情形，结果发现路径已经停规排的车，拢是去弄到落伫国道的连皮。开到一半的时候，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撞到，就看到一整排的人都打双闪停在旁边。蛮多台是下护板都掉下来，我的车子撞到的时候底部也开始漏水，所以我的完全没办法行驶。这站国道意外发生伫初六暗时7点多，国道警察调查发现，肇事的是71年厝姓区的查甫人，伊驶的营业半连接车，唔知影什么原因，正边的后轮破链，链皮直接落伫车道，造成15台车未护闪，直接弄到链皮，致使车辆损害。就有车链行头家表示，车链的链皮高决定。那落地路的，其实就哪像一粒大石头，真危险。轮胎皮甩出去，掉在路中间的话，就像一颗大石头在那边。哦，民众如果开车高速公路遇到，几乎没有办法闪，就是会造成伤害。邱男驾驶营业半连接车，右轮不明原因爆胎，造成15部车闪避不及碰撞。该起事故无人受伤，各驾驶人酒测值均为0。国道警察表示，肇事经过甲原因检判，目前当依照规定调查厘清，嘛呼吁用路人车辆应该爱定期保养维护。驶车时，若伫半路发生车链、链皮或者是其他零件落去，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上悬会当罚6000块。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千万唔通认为讲无安怎，实际上你已经影响到别人咯。这火车呢，驶到花莲富里火车头附近的时阵，头前铁轨路边刷出现草啊会震动，我紧甲一个看，竟然是有人爱伫啊伫遐行路，致使这火车呢就爱减慢速度。目前警方有找到这个民众，针对依照入去铁轨路这部分呢，会依照违反铁路法来甲侦办。这只火车经过花莲富里车头路段的时阵，铁轨路的道边煞向出现一堆会震动的草仔。这段影片伫网络顶引起讨论，司机慢慢来挖过，才知影是有人碰到啊，伊赶紧报案。有人说是外星人，你觉得呢？应该是人类吧。人类啊，那当下看到会不会吓一跳？应该会吧。这样就已经侵入了，你都说你都走到1000，因为我们那个车头也会镜头有拍到，这个不行，这都是违规的。这个日清铁轨路的事件发生伫咧初九早起11点44分，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去错车啊，歹这车啊沿铁轨路边咧行，迄当阵所有经过的列车拢爱减速。这个查甫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铁路法第57条，过路人甲车袂当走入去铁轨路的路线。本文局严谨到场后查获离性行为人，后续将依违反铁路法侦办，将处以新台币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铁路警察局强调讲，铁基路甲铁基路的边仔，这拢是高风险的所在，而且只要有人或者是物件入侵，沿线的侦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声，列车就一定要减速。若危险嘛，影响交通的运输，且民众唔通乌白走入来铁基路。记者综合报道。当美分歌戏团、抓风车剧团、棉花园等等，拢是大家真熟悉的台湾品牌团队。目前拢总有6大团，今年文化部搁再增加台北木鼓剧团，也正做品牌团队内面头一个布袋戏团。针对着这品牌团队呢，文化部今年拢总投入1亿5490万的预算，用来保存传承台湾的表演艺术，也要来推动国际交流。这出扮山仙代表基号甲港湾的意义，剧团伫咧拜2举办年前送新仪式。台北木偶剧团是新北市无形的文化资产，包括音乐保存者林英智所创立。剧团嘛咧今年入选文化部的台湾品牌团队。这几年来，阮就是想要搁扩散这个观众吼，所以阮就开始行去迄个亲子戏啊去，看会使甲咱传统的吼，搁啊提升迄个美感啊。萨加高博去。文化部长期推动台湾品牌团队计划，这寡团队就代表台湾的文化美质，希望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台湾品牌团队补助名单有长美分歌戏团、抓风车剧团、棉花园戏剧团等6大团，佮增加台北木鼓剧团，嘛加做品牌团队中的第一个布袋戏团。品牌团队好像代表国家队，那他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呢？一个就是他能够到国际代表台湾出去表演。第二个，他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我觉得台北木偶剧团就做到了。针对品牌团队，文化部拍算今年投入1亿5490万的预算。台北木鼓剧团伫2012成立到今，结合传统布袋戏和包括音乐人才，创作成果常常得到肯定。剧团也希望将台湾代表性的内容呈现伫咧国际舞台。记者选林旭凯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使用这社群平台用甲迷去，危害到青少年的健康。针对这个问题呢，这美国加州和新墨西哥州进行2场的审判。调律师指控讲，这 Meta 和 Google 的社群平台，并知影讲这大数据演算出来结果是明知影对囡仔的发育造成伤害，也是为着要趁钱对外讲因的产品偌安全拄偌安全。那这2场的审判结果呢，会正做未来大型科技平台规范的支票。洛杉矶法院门口，足侪为英国来的士大人，因手摕囡仔的微照，控诉社群平台用下眼软体设计，害因的囡仔失去性命。这桩指标性诉讼的原告是一个今嘛20岁的女性，伊控诉 Meta 甲 Google 调伊个设计像梅的软体，互伊伫咧细汉的时阵就有心理疾病，啊，佮有社交障碍。原告的律师佮指出，公司内部文件证明，这个平台拢是为着趁钱，而且调伊个设计，互囡仔大脑会研的数位机器。But we've met the American British parents and we're here shoulder to shoulder to show our support with all these children that have been lost to social media harms. And it's just wrong. And this is a global problem. It's not just here in the US, it's UK, it's France, it's Germany. This is a global problem and things need to change. And we're here to support them. 新墨西哥州嘛对 Meta 展开独立审判，检方伫咧开庭的时阵，用 Meta 内部邮件指出，执行长萨克伯格加 Instagram 负责人莫塞里早就已经知影平台互人利用，不过对外说讲产品真安全。检方形容 Meta 行为是甲贻笑性剥削，还有非法数据流通，放咧唔管，甚至伫咧内部计算要安怎互青少年研到，互股东趁甲888。But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what the people who work inside this company have had to say about the safety of their own products. And this is the first step in a very long journey to holding this company to account for the harm that they've caused, for the dangers that they've created, and for the lies that they've told. 这场诉讼全球足注心的，因为足侪政府早就已经对大型科技平台失去耐心。澳洲已经通过全球的法律，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群软体。法国甲西班牙嘛有准备要禁止，限制15岁以下使用的权限。虽然科技公司抗辩讲有言论自由加监护权的疑虑，不过面对愈来愈严重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美国法院头一摆会决定未来社群平台是毋是爱伫法律当中爱为着产品设计来负责。公司新闻。地位人变弱。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伫咧日本二战过后众议院大选当中，头一届摕到超过2/3的席次。接落来，除了爱赶紧来通过2026年的总预算，推动财政措施，伊也讲到修宪。高市早苗拍算完成前首相安倍晋三做不了的，甲自卫队写入去宪法。自民党、日本維新の会の与党で合計352という非常に大きな議席をいただきました。日本列島を強く豊かに、重い責任の始まりです。身の引き締まる思いでございます。自民党甲高市早苗带着真昂气势，伫众议大选中单独抢下超过2/3的316席，加上日本维新会36席，将爱众议352席绝对优势，也使得在野党对所有的高市以强态势提高警觉。所来2月18，日本会召开特别国会，除了进行非常知名选举，也会确立高市第2次内阁。所来都是上重要的。日本要赶伫4月新财政年度开始进行通过的，因为进行解散国会所推演的2026年政府总预算，甲各项财政新措施，高市也对外表示有一个真重要目標。国の理想の姿を物語るのは憲法です。この国の未来をしっかりと見据えながら、憲法改正に向けた挑戦も進めてまいります。未来は与えられ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私たち一人一人が絶えず挑戦を続けることで作り上げていくものであります。日本的修宪爱伫参众两院拢摕到1/3的赞成，佮交付全面公投，公投有效票过半就当通过。虽然自民党摕到众议绝对主导权，也毋过伫参院248席中，自民党甲维新会的执政联盟只有120席，也毋过加上偏向支持修宪的国民民主党甲参政党，有可能超过2/3的底限。过去政治上，安倍晋三也将修宪定为重要课题。2018年，安倍任内伫自民党大会上公布修宪草案，包括将自卫队入宪改明文化。不过，迄当时受到在野党的阻止，就连迄当时联合执政的国民党也持保留的态度，一直无达成。即马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修宪的立场，甚至比自民党强硬，加深在野舆論。戦略3文書を前倒しで改定し、安全保障政策を抜本的に強化します。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政府伫2022年制定的安保3本件，也防败伫高市政府2026年底进行的重点要务，有了推动再军事化，像强化日本公司军事能力、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等，拢会是日本众议大选了后的政坛，甚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公司新闻安中为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3度到2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2度到25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14度到27度；宜蘭、花蓮、台東對16度到25度；平陽、金門、馬祖對11度到20度。一個未來3天氣象。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